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初7，诗篇18篇28节安尼讲：因为你要点倒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要照光我的暗。三甲来祈祷，照光阮的黑暗的天边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活命的拯救。阮听你，主啊，我要求救应该懊恼的上主你，阮就得到救，脱离阮的对敌，因为死亡的锁要填判阮，毁灭的大水互阮真惊。主啊，阮伫苦难中向你祈求，阮祈求的声要入你的耳孔。主啊，阮伫患难中，你要解救阮；阮伫困苦中，你要透帮阮；阮伫头前的路雾无明，甚至是看无的黑暗的时，主啊，求你点倒阮的灯，因为你要照光阮的暗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